花莲大地震还有开辟风台过后，这观光业者就表示讲，花莲甲台东的订房率落到剩2成尔。为了要增加这观光量，台东县政府10月举办一个月艺术节，配合着1000块的订房补助，请民众来遮观光。不过，就这观光客教授就表示，外国游客唔敢来佚佗，对咱来讲是正大损失。将天地当作表演的舞台，会当看到艺术表演，阁会当看到台东美丽风景。这是去年台东艺术节的表演。今年2024年台东艺术节伫咧10月份就要开始，为期1个月活动。台东县政府希望透过这个活动，加上政府逐人逐个月一暗上悬1000块的订房补助，呼吁民众来东部佚佗。这地震对东部影响足大，政府有一寡方案，譬如讲大家若去遐住，就当一暝有1000块的补助。这个方案已经延到11月底啊。疫情解封了后，观光旅游真兴，人人烧招去出国。照理来讲，来台湾佚佗的外国游客嘛应该爱增加才对。不过学者表示，因为花莲大地震，加上后来阁有开辟风台的灾情，毋那外国游客无法度来佚佗，国内旅游真侪人嘛无法度去佚佗，大大影响到花东的旅游产业。安比3月份来台旅客有高达81万，单的主题是4月份发生地震，所以4月份马上就减少了20万了，从81万减成61万了，所以就是游客的很明显衰退。学者表示，9月份至11月份本来就是东部观光的小月，主办单位甲台东县政府呼吁民众会当利用这段时间去台东，加上一年一届的台东艺术节10月就要起鼓啊，16个表演单位会伫台东13个所在，以环境剧场的方式来演出，无同的天气就有无同款的感受。每一场的表演拢是独一无二的表演。记者戴阿轩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